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农委会对澳洲进口500万粒鸡卵，爱塔3000万的部分，农委会讲会全部吸收，袂影响到台湾产地计销。国内病例数据在清关，今仔日有11000多例，另外3月7日校园会当变挂水暗，上近3月底轻症确诊者会当变隔离通报。喜帖伫2八暝的时阵发生一台载人火车撞到载货货车，目前上报有36个人死亡，80个人受伤。为着要解决咱国内欠卵的问题，农委会对澳洲进口500万粒的鸡卵。不过有网友分析讲，这1公斤就要了100块以上，等于是农委会就要赚3000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表示，对澳洲进口会牵涉到空运甲海运，这计出来部分是由农委会来吸收，袂去影响到产地计销。而且这进口卵是予加工业者使用，但国内生产的鸡卵就会等到一半市场啊。国内鸡卵供应的问题要是真严，农委会按算伫3月底进前，为澳洲进口500万粒卵。不过有农业相关的人士分析讲，1公斤至少会了100块以上，等于是农委会爱倒贴3000万。澳洲进口的部分呢，那因为牵涉到是海运还是空运，所以每一颗的蛋当然进来之后是比国内的贵。那这个价差呢，农委会这一边会来吸收，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不会影响到产地的价格，请农民放心。因为惊引起农民的惊吓，农委会主委一再强调讲，袂影响产地计销。因为国内头一批为澳洲进口的卵，总计36万粒，25送来台湾，会赶紧完成检验甲检疫通关的程序，再搁调度予加工业者来使用。希望国内鸡卵供应的情形会当稳定。我们希望进口的鸡蛋呢，是到我们的加工厂，那再跟加工厂调度我们。那已经都跟加工厂都谈好了。当然是我们有都谈好了，我们才会拉进来。除了为外国进口卵，毛立委呼吁讲，伤过旧的饲鸡场，农委会就要赶紧改建，才当提升卵的产量。不过国内部分地区因为欠卵，开始传出卵有起价，大家嘛开始关注讲，敢有联合乌白起价情形。目前我们看，它是一个产销有依据这个畜牧法做的一些产销的调节。目前我们观察里面并没有看到有联合行为。公标会主委李密表示，全台湾差不多有96间至100间鸡卵的厂商，公标会会持续监控卵价的变化。就算农委会都要进口500粒卵，不过欠卵的问题，敢是因为安尼就会当改善，也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好天就要积这河内量，即马无水，爱赶紧来升水，一直无落雨，水情当咧紧张。嘉义林奇潭水库呢，有一寡所在已经大底咯。嘉义县市的水情从雨对今开始会转做是减压送水的黄灯，台南是转做减量送水的柑仔式灯号。那游泳池洗车业者开始也甲因减量送水2成。高雄市也比较2021年开发时阵乌水井。政府也成立中央开发应变中心，初一暗头有召开头一个会议，希望透过水资源整合甲省水来解决这欠水问题。水库已经规个大窟窟，土嘛大家拢闭起。伫个家己的林奇潭水库，因为无落雨，水位一直降低。咱潭水库嘛有类似的情形，下底石头走出来范围是愈来愈大。嘉义县市水情的灯号，嘛为初一开始转做是减压供水的稳定。今年的雨水真的很少，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是怕缺水。日记潭水库欠水量剩31.32%，白河、乌山头、三文水库的欠水率嘛拢无甲4成。对抗可换应变有关层级，成立中央旱灾应变中心，初一嘛召开头一届的会议，做南部的更细致的盘点，相关的水，还有怎么节约用水等等。部长王美花强调讲，政府会清点水资源，也有接刷要安怎来省水。目前全台湾水情上较严重的是台南，台南的收水池甲洗车业会减量供水20%，业者嘛当地想办法。前几年也有类似的状况，所以今年有特别提早准备，就是多一个水塔，然后去储水。中心的措施可能就是比如说淋浴间的部分，会采隔间供水使用的部分。地方政府拍拼找水资源，高雄市除了有70万栋至80万栋的备用水，嘛比较2021年可换真严重的时阵，乌营养可换的水井，到今年4月底进前，按算会有50座营养可换的水井，会当提供13.2万栋的地下水。那台南是逐工提供1.68万栋的放流水，予民众会当赶去压水甲洗涂骹等等。16800吨的一个量。
可以提供给民众使用。水情挑战虽然严峻但是我们经过多元开发水资源还可以满足我们民生工业的用水。高雄市府预估，要到5月份了后，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除了积极开发水源，嘛提醒民众做回省水，渡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1995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27个。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这连假有回补效应，可能要观察到明仔载，一日的确诊人数才有可能接近到2万例。不过整体疫情是有伫咧降。来讲到后礼拜3月初6开始，校园就会帮免挂水暗仔，上紧伫3月底轻症确诊者会当边隔离通报。28连假过后开工的第一天，新冠确诊的病例数搁一摆破1万，初一增加11995例本土病例，死亡是27例，嘛是比顶礼拜3的同期降2.5%。疫情指挥中心讲，连假过后病例数拢会补一寡转来，一天的确诊数有可能要2万例，但是整体疫情嘛是咧降。3月初6学校喙暗令的放宽嘛是会上路，上紧3月底轻症都会当免隔离。我们会观察这个校园口罩松绑之后的疫情状况，还是会按照目前的一些这个配套的研议，希望说3月底的时候能够正式上路。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陈秀熙是分析，现主时的关键是中重症的监测，而且改善医疗照护。以丹麦的经验来看，6月6了后，因为欠医疗照护造成死亡，这都是超额死亡上瓦零的时阵，应该都是台湾解封降级的好时机，时间点差不多伫5、6月。前死因的死亡率降为疫情前的1期死亡率，丹麦就是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例子。以台湾来讲，大概是5月到6月之间。疫情指挥中心强调，228连假的效应袂影响到解封的进度。若学校挂喙暗放令了后，无造成疫情的反弹，对后一个阶段防疫放令，轻症确诊者免隔离通报，拢会当开始做。后壁才会讨论交通工具免挂喙暗的部分，暗算是4月中。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疫情的消息，即马国内传出有2例本土的高祖病例啊。疾管署表示讲，这2个病例，一个是伫咧新竹是40多岁查甫人，另外是伫咧高雄20多岁查甫人。因最近拢无出国，而且伫咧2月底时阵出现症状，而且是因为无出国，所以认定是本土病例。感染源也等咧调查。国内出现头一个高祖的本土病例，疾管署初一公布国内新增加2个高祖的确定病例。一个是新竹县40多岁，一个是高雄市2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这2个人伫咧2月底因为发烧、起粒仔会胀、起水泡、淋巴结肿起来、挤破空等等的症状，经过采检了后确诊。因为这2个人最近无出国，所以研判是本土个案。感染源还佫当伫咧调查当中。那这嘛是咱国内累计第6甲第7高祖的确定病例。主要的传播方式呢，是从跟感染者非常亲密的接触，尤其是黏膜。那亲密接触是很重要的，目前疫调看起来都是以亲密接触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另外，流感疫情嘛加悬，这礼拜新增加4个流感并发重症的个案，而且这4个拢无注过这贵的流感疫苗。其中年岁上介细汉的个案是一个9岁的查某囡仔。目前还佫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当中。他从发病到就是住到加护病房是隔了3天的时间，所以应该是说这个病程变化的比较迅速啦。疾管署表示，高祖出现本土个案了后，经过评估，国内传播的风险加悬。2个个案的25个接触者内底，有6个建议爱接受预防性注射，相关的接触者会监测到3月20，而且初2拜4会针对高祖的议题召开专家会议。而且找民间社团开会讨论，研究安怎加强预防的宣导。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长高虹安今日针对新竹棒球场案件召开记者会，包厢有承认讲囤倒回来土巴比例做无好势，这排水有问题，这2项欠点。另外，本地有编4000万要做这排水的工程，可能是无做，目前也等咧调查。高虹安讲，这市政府内面有行政过职的人员就10多个，级数上介悬的是追究内政部处长吴东安，伊真正是咧做新竹市政府的公务处长。不过吴东安今日发出声明表示，伊离开新竹市政府的时阵，排水工程是还未做，而且讲行政过职这部分，伊认为是无影无迹。
昨天应该有到1个礼拜没有下雨了，所以在这情况代表说呢，这个排水的功能已经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完全是丧失的状况。当初为着要勘验污坑，即马煞规个积水，新竹市长郭宏安继续追查新竹棒球场的案件。初一召开记者会，经过专家初步检判，是因为土肉内底黏土的量伤过济，包厢嘛承认土肉囤转去的时阵比例分配不良，还有排水无好2项缺失。新竹市府嘛指出，预算书甲通报需求书内底拢有排水的项目，总数4000多万。不过高检介绍的总表内底，煞无看到排水的项目。事实上，当初的监造跟 PCM 审核的时候，确实没有把关审核这个事情，所以才会呈现说这个预算书有漏列的这些警示。那这些事情的话，确实我们在后续还会再详查这些预算书核定的过程。郭宏安表示，目前并无考虑全部误开，会参考世界棒球经典赛伫台中洲际棒球场的地来进行改善。虽然调查还未完成，不过已经有超过10个官员涉及疏失。相关的战绩是内政部处长吴东安。其实里面的人员最高的目前有到吴唐安次长。那这部分的话，我想其实这个行政疏失的调查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政风处都还在进行当中。针对这点，吴东安发出声明表示，伊做新竹市政府干部处长的时阵，棒球场相关的预算书都会审核，拢有照规定办理。而且伊伫2021年3月份离开新竹市政府，迄当阵棒球场排水的工程也未施工，真明显甲事实无相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宇航空的行贵股股价，伫2月中冲超过50块，起167%，落尾是大落，害真侪人了钱。即摆已经有民众伫网络顶头做自救会啊。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表示咧，这股价大起大落甲公司无关系，也呼吁炒股的唔通来乱用新宇的股价。甲本土银行合作推出家己的航空联名卡，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讲到发卡筹备过程，也分享设计理念。被问到各界关心最近新宇股价是大起大落，伊回应：伊开公司唔是为着要炒股票，无卖股票，无看小股价，不过对投资者感觉真实的。我一张都没有卖。其实我们公司在开公司，我们也不是要去炒股票，因为这是不健康的。我们会想要上市上柜，都是为了。我们公司的长远发展，也给想要投资的人有一个管道。我也不希望他们受伤。我的原则是希望大家量力而为。新宇航空3月初一股价小可落，收伫35块3。回顾今年以来，1月初甲2月初成交的均价拢伫19块左右。2月中股价开始起，17徛上32块了后，日来到42块04。前一天盘中也一度来到50块半，创下历史的新高价。分析师指出，因为现规模起伏限制，疫情了后旅游复苏的题材，和新宇的气势超越2大航空公司，不过最终也是要回归基本面。新贵的股票本来就比较容易出现就是股价大幅波动的一个状况。新宇航空来讲的话，今年即使 EPS 有机会由亏转盈，但是能不能配合目前股价大涨上来的一个状况？这个其实还需要时间来观察啦。新宇航空进前宣布增资，并且预计伫4月2日开航13机，正式来经营北美航线。未来也拓展转机的客源。长荣航空对3月27开始，63机芝加哥、旧金山陆续增班。5月中北美航班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到时欧洲线也增班到每礼拜32班。华航宣布北美线4月起增班，大陆3机地区每天上最3个班次来回。纽约线6月份起也增最每礼拜4班。欧洲航线罗马3月底复飞，4月起维也纳甲伦敦也增班。各种2大航空公司也积极复苏疫情了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伫2礼拜这4天连假，梦地火灾就上百件，闹这消防人员不幸往生，甚至有人故意放火，也有人去互这火烧死。死者的家属出面指控讲，顶礼拜6日，厝内面的人去到屏东嘉东第3公墓陪墓，却互火烧死。正拄好东港要掠到一个放火嫌犯，这期死者就是互放火人害死的。而且这家属也指控这消防队员拢无要斗找人。警方表示讲，虽然有放火事件，不过甲互烧死的这个案件时间是斗白班，死亡原因会搁再做调查。伫案发现场，草啊规拢烧了了，还阁牵连着边仔的墓。2月25迄一天，家属发现死者的乌托拜，阁向因兜公妈的墓遐行，才找到已经互烧死的老阿伯。
真拄好，迄天嘛有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因为去陪梦的时阵放火烧草，互逮捕。加上质疑死者死亡的原因，甲有人放火有关系，嘛控诉因第一时间伫咧找人的时阵，因为火烧地势无法度温度伤悬，无法度活过，去找消防队员斗3工，煞去互拒绝。阿伯咬狗咬了你到哪里去找人呐？有没有恐怖？我2点多就3点就求救了哦，去消防队求救，又去那个派出所。家属怀疑死者去蒙阿埔的时阵，火势还未断开，毋过发现导火的时阵嘛已经袂赴走啊，所以才会拍伫因公妈的墓附近。家属指控讲，第一时间找消防队员斗3工，对方叫因家己找，还佫讲哪会有人会发现导火了后，佫向导火方向走过，互因无法度接受。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啦，你家己去吹啦。好，那意思就是叫我们一个70岁的妇人要再进去火场，那火场确实消灭了吗？也没有，因为我们妈第一时间他来的时候地是热的。家属质疑讲，迄天消防队有拍过3届的火，嘛有接到通报讲有人失踪，毋过煞无积极去火场看。因那消防队回应讲，因接到家属的通知，就叫因赶紧去报警察。因那因拍火的所在，甲发现这个老阿伯尸体的所在有一段距离，所以因嘛无法度发现尸体。因那态度无好的部分，已经有请消防局督察科来调查。死亡量公墓火警距离沉尸地点有30几公尺，沉尸的地点没有火焰，没有火焰都没有。为布照那个水线，为布照那地点那灭火。是否与本案起火原因有关仍需待消防局火调科调查报告确认。警方表示，迄天确实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涉嫌放火，另外2个相关的人员嘛有带倒转去侦讯。毋过，这敢是甲死者有关系，也要透过解剖、甲火场的调查等等的程序来厘清。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由检察官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希腊因半暝自背半暝的时阵，发生一台载人火车撞到载货火车，致使这火车败北，甚至有这旅客妨害出去车外，而且这个车厢断骨落在有导火烧，尚无有36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希腊2台火车烧融意外现场一片混乱，落尾火车坏伫路面，导火车厢也冲出一阵的高烟。当地时间晚近7日天要光的时阵，希腊消防单位接报一台对雅典北向开往蒂萨隆尼基市的客运列车，伫雅典以北大约380公里的坦佩峡谷附近，甲一台南下开往拉里萨的客运火车来相撞。客运火车前40个车厢全部落尾，前2节也导火烧起。看到人讲，当时火车的时速有160公里，2车相撞了后，车体是严重来毁损变形，增加这个救援的困难度。Η εικόνα αρχικά ήταν τρομακτική, γιατί ήταν ένα σωρός από μεγάλα σίδερα, οι αμαξοστοιχείες διαλυθήκαν εντελώς, ειδικά η εμπορική και οι άλλες και η επιβατική αμαξοστοιχεία. 希腊的消防部门派出17台消防车、20台救护车，至少150名的消防队员赶赴现场来救人，并且把250名乘客安全撤离到蒂萨隆尼基市。因为面上除了空碎甲废料以外，大家拢感觉真恐怖。Πανικός. 10 δευτερόλεπτα, χάους 15. Κολοτούμπες, σβάρνισμα στα πλάγια, φωτιές, καλώδια να κρέμονται, τζάμια σπασμένα. 防救出来乘客想到事发当时风一声真大声了，就并车，乘客都跋倒阵，随就看到火光。车厢内底四界拢是哀叫声音，部分的乘客对车厢的窗门走出来，也是用行李箱甲玻璃拱破才走出来。不过也有人被伫车厢内底拢袂停袂动。救援人员伫5点钟的搜救了后，发现多具遗体，因为列车毁损真严重，拖慢这个救援的速度。希腊消防单位有估，死伤的人数恐惊也会增悬。交通当局甲警消正在调查事发的原因，2间铁路公司主管接受警方询问。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人讲战火无情，这罗西亚甲乌克兰是继续伫咧战。罗西亚伫2月27日8这2天，挖进乌克兰边境的所在，受到真侪无人机的攻击。真侪电视、电视台甲广播电台也拢赶紧放送空袭警报，而且圣彼得堡机场也因为这个紧张的情势，随来关起来。罗西亚表示讲，这是受到海客攻击，发布空袭警报的假消息。罗西亚总统普京表示，这个状况伊拢了解，也已经下令要来防止互敌人海客渗透。
为落落去的无人机残骸，俄罗斯当局断定是来自乌克兰，表示这军用无人机前进5国境内，其中一架离首都莫斯科差不多100公里，我表示一座天然气设施。过去2天境内至少4个地区有想要入去，或者是成功入去。17暗时有3架无人机将边境都市贝尔格罗德地区当作是攻击目标，这栋公寓窗仔被拍破。У этого изделия еще работал двигатель. 莫斯科州州长乌洛比约夫证实，无人机落落去的地点科罗姆纳附近有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压缩站。运作无断气天然气公司表示，无人机明显是将附近的树仔加长，搁伫离天然气压缩站围拿差不多10公尺的所在降落。乌克兰并无表示对这代志负责。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伫推特打出一张无人机相片，佮表示，伊离俄乌边界有500多公里，无偌久普天都唔敢公开出来，因为无人机用飞这么远。那乌克兰是无后乌手，也是俄国是侵满1年，离首都莫斯科上近的1摆攻击。进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伫南部拍落来2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丁总统已被下令加强边境防护，无讲到无人机的代志。暗过要求强化俄方反间谍工作。пресекать попытки незаконного провоз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оружия и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едь западные спецслужбы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всегда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ли по России. А сейчас они бросили против нас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кадровые, технические и прочие ресурсы. Нам нужн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на эт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俄罗斯多国紧张时刻的情形不止这一件。第187天，离乌克兰1300公里的圣彼得堡机场地站关差不多1点钟，军方进行打炸防空演习。无经过证实的消息指出，天顶发现不明飞行物。У президента пол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另外，海奇攻击和电视广播发出错误警告，要大家赶紧闪避空袭，有飞弹威胁。俄国紧急事务部已经澄清，这拢是假警报。国营媒体引用官员所讲的拢是乌克兰做的，几乎无做出回应。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战区巴赫姆特最近一直互罗西亚军队攻击，情形是真紧张。有人认为讲，这罗西亚的强化行动目标就是要把顿巴斯地区占落来。另外，被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暗算一喊中国的领导人是军兵会面。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宣布协助中亚国家建设的费用会搁再增加，一寡外交的手段甲局势拢会牵绊到战争变化。贵州城市差不多所有建筑物拢被炸掉。乌克兰东部关键战区巴赫姆特面临真大压力，因为俄军几个月一直围攻，自首乌军并无乐观。Моя думка, що скоріше за все Бахмут впаде, облиті нашою кров'ю. Наша артилерія не справляється подавити їхню, тобто контрартилерійські дії. Дечому не є ефективні, та як у нас нехватка іменн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嘴巴向西方盟友寻求更加多武器援助。评论分析，新法度强调巴赫姆特有重要政治意义，因为俄军真想要拍破几个月来进展缓慢的战事，想要全面来掌控顿巴斯地区。Росія взагалі не рахує людей, відправляючи їх на постійні штурми наших позицій. Інтенсивність боїв лише наростає. 俄罗斯的亲密的朋友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即阵伫北京来进行访问，美国密切地注意中国是不是经由白俄罗斯来提供军事援助予俄国的军队。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拜访中亚5国，伊并且宣布增加2500万块美金的经费，协助中亚国家来建立基础的设备甲投资教育，来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俄罗斯甲中亚国家的关系有所转变。第一摆中亚5国家伫联合国俄罗斯特管机队上专属器官，美国安尼做是有意上当中俄的政治影响力。公司新闻杨干编译。伫咧南美洲的秘鲁，最近出现一桩打死奇案，不论是打死士官，这就是木乃伊妈咪。警方查到一名伫咧路边啉酒醉的外送员，发现讲伊的外送箱内面有一身打死。查甫人向警方表示讲，这个尸体是伊心灵上的女朋友，逐工拢生活做伙。目前警方把这个打死交予文化部鉴定，不过鉴定了后，才发现讲这个尸体是一个中年男性，上无有600年的历史。目前已经是列做国家文化资产。即摆也逼出讲，敢有人偷摕文物去卖嫌疑，已经把这个人全部拢留落来调查。
粉红色的外送箱啊，内面塑装一句隐诗，就是木乃伊。若唔知影的人拍开一定会惊到。南美洲的秘鲁最近是有一件木乃伊奇案，一个26岁男性外送员贝尔梅霍，顶礼拜6和朋友伫南部城市啉甲醉茫茫，引起警察的注意。结果竟然发现伊身躯是有炸一具隐尸。查甫人讲这是因爸爸30当前炸回来的，互伊叫做胡安妮塔。佮讲伊和隐尸的关系，就敢若男女朋友。Mi cuarto, duerme conmigo. Ah, también. Sí, sí. O sea, esta es mi cama, mi televisor y después está, o sea, la Juanita. Por eso yo la cuido, la mantengo. Claro. O sea, es como decir, perdóname la palabra, es como mi novia espiritual. 贝尔梅霍无法度解释讲，因爸爸是对倒摕到这隐尸的，嘛讲伊无要摕来卖。伊讲迄天会炸，只是想要等互朋友看尔。警方甲这隐尸交互文化部调查了后，发现讲这根本都毋是啥物女朋友，因为伊根本都是查甫的，年纪上少嘛有45岁。伊的身躯亲像红衣共款弯嘞，外口阁包一层药水布，是前西班牙时期，只要是蒙藏拢有这种特色。暗算历史已经600到800档，目前文化部已经甲伊列作国家文化资产。贝尔梅霍和2个朋友获警方拘留调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今日召开成立了后头一场听证会，这议员和证人分别讲到中共伫咧各方面的挑战，唔拿偷摕智慧财产权来发展家己的实力，也大量投资该放军准备要入侵台湾。另外，这个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甲外交委员会也通过几类的优待法案，要对经济甲外交层面来保护台湾。美国众议院1月成立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伫美国时间28暗时举行第1场的听证会，请4个证人到场，包括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麦马斯特、前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中国异议人士当日和美国制造业的联盟主席保罗，重点抗伫中国的威胁。We may call this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but it's not a polite tennis match. This is an existential struggle over what life will look like in the 21st century. 前一阵才来台湾访问的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一开场就讲到面对中国的挑战，爱用感觉真紧急的态度来采取行动。听证会的重点放伫中国偷摕智慧财产权和人权的问题。另外，议员嘛正关心安怎阻挡中国侵犯台湾。That increase by double digits in many years, precisely to try to fill gaps that they would need to fill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invade Taiwan, and that's really what we should be working to prevent is an invasion. 有军事背景的麦马斯特嘛认为讲，要提供台湾更较侪和台湾军队整合的军事能力，才会当逼退中国。众议院嘛唔拿这场听证会，金融和外交委员会即天嘛通过几6项优待法案。My bill would urge the IMF to integrate Taiwan into its regular economic monitoring activities. 金融委员会是通过包括台湾冲突协助法案、保护台湾法案和无歧视台湾法案，拢对经济面来保护台湾。外委会是口头表决8个抗中挺台法案，包括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各部院定期来检视对台交往的准则。这法案嘛，拢会送去议会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排除涉嫌乌金、枪击毒品的人登记做候选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日排审选罢法。内政部长林佑昌头一届去到内政委员会备询，那立委拢支持修法。不过，时代力量立委区建志认为，行政院版本的草案若牵涉到乌金、枪击毒品、洗钱、贪污等罪案件，无分轻重，拢爱剃度公权规死人。认为这款的方法是未审先判，可能有违背宪法的记录。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一排审公职人员、总统、副总统选罢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要来阻挡乌金枪毒参政。内政部长林佑昌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委员会备询，针对排污的部分，林佑昌讲，希望会当组织共识，顺利推动。2个法案都是各政党还有社会大家所瞩目的。虽然是高度的政治性，不过也有高度的一个共识。大家有很高的一个共识，我们就来这个凝聚共识来推动修法。
说爆发扩大排毒乌金庆毒，嘛加做拿力攻防的焦点。国民党讲唔通拍假球，爱赶紧合法案送出委员会。立院是反击讲，希望国民党唔通死搞个救气，爱用上严格的标准审查选举罢免法。我们希望民进党不要打假球。既然行政院去年提出来了，那就赶快好好的在立法院来通过。90%以上的黑金，议长、副议长、议员、立委，有涉及这些应该要被排除条件的，都是国民党的。那如果定下去之后，我还怕国民党临阵脱逃。那立委拢表态支持修法，希望立法院回应民意，赶紧修法。不过，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即期讲，若是无分正行的轻动，连判决都要被定宪，都剥夺参选的权利，可能会有危险的疑虑。出了行政院会的版本，竟然还没定验的案件，你就再把它放到褫夺公权，而且是褫夺公权终身，这能够通过这个宪法最基本的这个检验吗？包括立法方式是方腔走板，也是粗制滥造的。民进党立院总召集人高建明顶一日表态，照应过选举的时程推估，总统甲立委选举投票日应该是伫明年1月13或者是20。中选会会伫今年9月甲10月审定总统甲立委候选人的资格，要来表这个会期进前完成修法的程序，希望2024年大选的时阵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去年赛车落交流道等红顶时阵，互警察发现讲坐伫后壁的爸爸无下安全带，当场是甲伊开一张罚单，罚3000块。不过这后生是主张讲，因的老爸有恐慌症，因为紧急避难，暂时甲这个安全带套开，要求撤销处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了后，认定本案裁罚是依法开罚，来判这民众败诉。这台乌色轿车去年开伫国道1号路交流道停等红顶时，拄到国道警员来巡逻，查看了后发现是后壁乘客无系安全带。你有系安全带吗？后面也要系安全带啊。这里啊，你的是在这里啊。警员依照汽车开伫高速公路，驾驶人无依照规定系安全带，当场开单裁罚3000块，引起这个驾驶人姓杨的10个人不满，讲坐伫后壁老爸有恐慌症，把安全带造成身体真无爽快。考虑已经路交流道，才暂时将安全带解开，就拄到警察来巡逻检查。后座乘客未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那违规事实明确，员警当场依法举发。上车第一件事情，不论前座或后座，都依规定系安全带。姓杨10个人不服，伫一审败诉了后，上诉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审理，提出诊断的证明，讲老爸得到身心恐慌症真久啊，符合紧急避难的免罚规定。不过法官讲，以行政诉讼法规定，应该在一审就提出这份诊断证明，也是判决以败诉确定。他比较倒霉，所以被警察抓到啊，所以他应该还是会被罚钱。当然是要系安全带啊，应该上路就符合规定要系安全带。对，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多数民众认为，只要坐上车就要系安全带。交通部统计，去年全台此地无系安全带有102817件，去年清悬到182333件，平均一天有499件。去年因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无系安全带造成死亡有13人。警方讲，无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几率是正确使用者3.6倍，呼吁系好安全带才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一名66岁查甫人和朋友烧酒去到花莲文山野溪温泉浸风水，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发作，害伊昏去失去生命现象，送病院由援救无回来。台管处表示讲，这文山温泉2018年恢复做野溪温泉利用模式，不过这是在海六石的境界区，而且真有可能会做大水，所以民众爱评估了后，才决定敢要入去山内。最串串楼周边也有非常美丽的天然景观，这是花莲文山野溪温泉。最早起，一个66岁姓林的查甫人甲朋友烧酒来浸温泉，不过家庭中敢若因为心血管的疾病离昏迷，送医了后，依然伤骨不低。他朋友说他们在泡汤的时候，突然倒卧于池子旁边这样，然后发现他的脸色比较暗沉这样，然后就突然没有呼吸。其实花莲文山温泉2005年时不发生落酒控到人的意外的风险。2018年，这用地幸福花莲林管处恢复正做野溪温泉利用的模式，不过要去的这路途有落石风险，沿途会使看到大大小小故事牌来警示。不过也是有真侪游客冒险去浸温泉。
有时候会过去。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太吸引人了，要注意安全啊，怕上面落石啊，要注意啊，尽量靠山这一边。审慎的评估之后，就是确认它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供油气使用之后，太鲁阁管委也因应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不再跟林务局租用了这个温泉规划用地，把这个土地归还给林务局，然后恢复自然状态的一个管理。台管处表示，因为行政院开放山林的政策，民众有亲近山林的权利未开发，不过必须要评估风险。因为文山野溪温泉位伫落石警戒所在，加上有溪仔水中起风险，除了周边加强设置措施，也呼吁民众爱做好准备，评估家己身体状况了后才入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放假，甚至是普通时啊，宜兰国道5号拢真够塞车。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和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去到宜兰考察，针对要增加一个东山交流道进行评估，前几天啊，去予交通部提回来。这高速公路局也表示讲会赶紧来协助。国道5号便也拄着假日道的塞车拍角球。宜兰县对外的联络交通问题一直拢无法度改善，地方正立接来争取交通建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交通部长王国材伫3月初来到宜兰考察，报告计划进度，表示对宜兰的致重。未来5年大概5-6千亿在宜兰县呢会发包动工，所以宜兰县呢进入一个建设的高峰期。考察的内容包含高铁延到宜兰、铁路高架，还有东部快铁、公路接苏花界，还有去东山交流道。各项建设毋是伫个圈定审查，啊无就是伫个规划阶段，还佫无具体进展。不过伫去东山交流道这部分却拄着阻碍。很多的交通流量上面，每次要往返东山乡，从罗东交叉下来，俨然对东山乡民是一个非常不便。东山乡的人口5万外，伫宜兰12乡镇市内底排第3坎。东关山离这个罗东交流道上北的车道有7公里7，伫假日塞车塞到真严重。县府提出可能性评估，送交通部第一遍审议，却因为无法度提供中长的路处，地方负担经费无够，方退回。就一些相关的资料数据再提供相关的一些修正完之后再提高工局来进行第2次的一个审查。县府讲，修正可行性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了后，会搁送交通部审议。高工局嘛有因讲，县府提送修正报告了后，会先召开初审会议，协助交流道的可能性达到这个审议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有一间待伫土内面只剩厝顶的古庙，这就是嘉义六卡的五福宫的旧庙。伫1959年的时阵，8七水灾，互一个大水冲甲海去。也因为迄个时阵水利局要整治河川起爆花，村民才另外找所在起新庙。留落来旧庙就变作是台湾唯一插伫田中央的宫庙。民众提出去参中央的庙厝顶，这间庙的庙身大部分拢待伫涂骹底，涂骹敢若剩厝顶，这种特殊的现象嘛，加做大家来翕相的景点。要看这个田中的庙，很奇特啊！看到新闻报道。这间五福宫起伫1805年，1959因为8七水灾，大水内底土沙拢积伫旧庙遮，所以新庙起好了后，这间旧庙就放伫遮，尾仔地层下陷，敢若厝顶流出地面顶。因的好奇讲。内底物件有搬出来无啦？市民有沉落无？安尼拢会问这个问题啦。安尼，其实市民拢有请出来啦。庙方表示，假日的时阵，拢有真侪游客问路要来看这间庙，嘛真欢喜，因为这间旧庙和这个庄脚所在会当更较闹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总统府主席郭宽敏2月27过身，对今开始开放5天的时间，予大家去哀悼。这悼念的地点设伫咧台湾制宪基金会大会议室。行政院长陈建仁、监察院长陈菊等人拢来接旨。总统府主席郭宽敏过身，享受97岁，徛伫台北松江路的台湾制宪基金会，嘛自初1开放挂界来哀悼。
行政院长陈建仁献花致意，媒体唔讲，敢会唔敢，伊敢若等头，直直口处签名写讲捍卫台湾主权，精神会伫台湾人心中来甲致敬。检察院长陈菊嘛来到现场，同款表达感谢郭宽敏坚持台湾主体性，守护台湾。然后我们是从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一路维持5天到礼拜天哈。那我们这个活动是都开放一般民众来，好，那大家一起来缅怀故先这样的。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马上回拿地哀，台湾制宪基金会表示，对此会场会对3月初1开放到3月初5。基金会是郭宽敏4年前寄附所成立的，专职制宪运动，实现以追求建构新国家的理想，嘛甲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当作目标。伊嘛不为着执政的民进党对制宪的态度无同，表达不满。政府要修宪呢？我要制宪呢，所以意见无相，我就只好我退嘛。台湾的共识是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嘛？你敢看无呢？你讲唔知影呢？基金会表示，这届追思会以极风的马歇来形容伊的一生为理念打拼。除了这场追思会，所落来嘛，阁有无共地点的追思纪念活动，会阁对外公布。记者电话徐凯台北采访报道。不过今仔日甲首页的票头换做已经过身的台湾同志纪录片导演陈俊志的图片，向伊来致敬。陈俊志伫咧在生进前一直咧做同志影像运动，伊导演的电影《美丽少年》伫1999年3月初1推出，是台湾头一出伫电影院放送的 LGBTQ 主题纪录片。残忍的记忆的细节。绝对不是报复。讲到写下这段小作品，台北爸爸纽约妈妈的心路历程，带出家己性别的认同。2018年破病过身的台湾同志纪录片导演陈俊志，毋但出色，在死前更加致力同志影像运动，所拍电影《美丽少年》伫1999年3月初1推出，正做台湾头一部伫电影院上映 LGBTQ 主题纪录片。Google 首页标志特别改做伊的导演向伊致敬。有重新提到他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开心，而且就是很感动。最好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同志平权这些事情，然后同婚这些事情也慢慢的已经开放，还要更多的时间去包容。导演李焕勇把为台北爸爸纽约妈妈的舞台剧本执导，真怀念陈俊志。陈俊志创作影片《美丽少年》，记录台湾青少年同志处境，提醒大众关心注意各重生业应治案件，也有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性。伊的作品也讲到女性遭到性骚扰议题，讲述的现象是现在还存在的情况。因为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想要在历史上被记录下来。我觉得今天 Google 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都记得他。八甲陈俊志斗阵工作的性别平等工作者，真感谢 Google 予世人重新知影陈俊志在死前付出。伫 Google 首页继续北向台湾头一位女画家陈俊来致意，后面将熟悉这位无平凡的女性，也是向已经过身的作家三毛来致敬，互册迷是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地角电击行动的北家将真有台湾的传统知识。今年也和舞蹈花家组成一个台湾团队，做伙伫咧2月中的法国尼斯嘉年华演出，咱也做伙来去看。台湾大声讲出来自台湾，也佮和观众互动，一寡原底互人当作禁忌的行为，因为这届北家将是去表演的，所以请示心灵得到温存。主讲出里出国啊，佮无方便，啊，甲人的民俗无相共，啊，就莫上马。啊，就会使甲民众互动。这是法国的尼斯嘉年华，伫咧2月中盛大举办。台湾由北家将结合舞蹈甲花艺，头一届去到嘉年华演出。其中这阵请赢的北家将，就是来自高雄的地角电击行动。蛮不容易的，因为过往家将就是出国的先例虽然是有，但是到欧洲是第一次。看到少年成员认真咧练骹步，已经成立74档的激行动，有保行文化资产保存的身份。不过嘛，捌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境。一直到这几档，甚至有高学历20-30岁少年辈，为着要了解家长文化来参加。
一届阁互人邀请去法国演出，毋过出团的费用要到成100万，落尾是爱靠募款才解决。它本身是因着信仰而生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登记所谓的商演证啊这一种。那我们是有文化资产保存团体的身份，不过以文资身份要出国，国内大概比较少有这样子的补助的款项。因为若是转型登记做表演团体，吉信堂更较烦恼会失去北家将的信用主体，而且除了经费的问题，北家将出定需要为民早发起。台湾人是惯死惯死，毋过伫咧外国却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和当地人解说。所以吉信堂嘛真感谢当地侨胞来协助沟通，做伙将北家将推向欧洲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位摕到2024巴黎奥运参赛资格的射击选手杨坤比，2杯伫咧科威特举行的2023亚洲杯飞靶射击赛有真好的成绩，伫男子不定向飞靶项目摕到金牌。身躯满中华台北飞机今日颁奖典礼现场，24岁杨坤比收下今年国际比赛头一面的金牌。本季头13对亚洲杯飞靶射击赛科威特出发，伊伫无定向飞靶资格赛5轮，前4轮射出24分、23分、22分、22分，加在第5轮满125分，抢下6强决赛门票，搁再以21分进入决赛。尾也是以31比29拍败约旦的选手，摕到金牌。伊伫个面册写着讲，坚持这长的一段路，互家己破写。接下来我的目标是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还有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那让中华台北的歌曲持续播放在会场上。杨坤比伫2014南京青奥就登陆伊的赛龄。2018亚运，伊甲林义君合作无定向飞靶混合团体银牌，还有男子无定向飞靶金牌。去年世锦赛铜牌，摕到2024巴黎奥运参赛席次，也是台湾即阵头一个进军巴黎奥运的选手。射击协会理事长陈淑奎认为，伊的精神层面成长上明显。他的那个成熟度越来越好，对于他的那个每一次射击的成绩啊，他自己能够掌握得很好，然后能够掌握自己的那个优缺点定性啊，也越来越好。陈淑奎讲，飞靶一向是西方人的强项，而且看这国际赛，听上颁奖台差不多拢是40-50岁选手。杨坤比才24岁，有机会搁再摕到更较好的成绩。而所来转战卡达参加世界杯，继续以比赛代替训练，备战今年的杭州亚运。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卡马多当日欠货已经演变做部分餐厅的生存危机啊！当地意大利餐厅的总铺师就讲，即马卡马多是贵过歹买，店内炖的料就特别用完，所以来就要改菜单，加这红酱的披萨或者是白酱的，若准无改可能就会无生理。供应商也批评讲，去年就警告讲，这能源介绍伫咧起，卡马多可能也欠货，不过政府拢无重视，才会造成这款的问题。甲饼皮抹酱放起司和配料，才送入去烘炉烘。但是披萨的饼皮抹红色的头毛豆酱，本来是真正常的代志，但是即马对英国人来讲，竟然都要看你的运气好无？因为英国最近是欠头毛豆，一个餐厅已经打算甲本地用红酱的拢改用白酱。The shortage makes us to change from tomato-based to white-based sauces because what can we do? We have to make a profit. 业者讲，即马头毛豆是贵过歹买，进货介绍对去年开始就一直起，已经对每一箱5英镑，合台票185块，起到20英镑，合台票是740块。这对大量使用头毛豆的意大利餐厅来讲，根本就买袂落手，算落来可能干那会当卖用白酱做的餐尔。As soon as this is finished, in our salad there won't be no tomato. It's unbelievabl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in 2023. 餐厅的业者是呼吁政府爱限制头毛豆的介绍，因为若搁起落去，一个餐厅恐惊都要倒啊。英国超市最近嘛欠菜丝和果子，过一年甜咸椒和头毛豆的货价拢是空的。政府讲会欠货，主要是因为南欧和北非因为气候歹欠收成，本地的农产量搁真有限，才互菜丝果子这么歹买。官员甚至呼吁民众加做工课、加收入，才会当应对一直起的物价，嘛互民众骂讲话是伤无同理心。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14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